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贪污，妨以500万交保候团，检方不服提出着控告。桃园地方法院暂收到控告书，以最速件来处理。早起一上班，敢若用1点钟，就把所有的文件整理好势，派专人专车送到高等法院做后续的裁决处理。若是发回经裁，就要搁电开羁押庭；若是驳回控告，就是维持原裁定500万交保候团。从地检署公务车直接停入门口，专人亲身查地检署控告书，甲这书类用上紧的速度送到高院。因为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市长任内涉嫌收红包以500万块交保，毋但引起外界质疑。送红包乌西收押，收红包的放出来，检方嘛认为讲法官安尼做人事的用法无妥当。这个是在桃园地检侦办中哈，那我们希望检察官能够